下。遵命。弟小姐，你是何人呐？我家蓝彩凤，你就会我嘅老公嘛？你是兰家小姐？真係。啊，老公，人講春秋一刻得千金，你嫌你痛風，後長拜託。公子，求你太发慈悲，容了我的无意吧。哎呀，老阿伯，你干嘛该来正经探望，还闭目中人么呀？公子，事情是按样嘅。原来如此啊，老阿伯，请你放心。我无意早就高呼来重启，花口也已经到付了。法克，打扮将将做新娘，一心就想拜法堂，竟然杀杀落去。哎，小姐，欠得呀！哎，公子，了娘个啥？啊，请多后堂参详参详。哈？
公子，请你原谅。春风迎面来提随我来。无奈寒心烦念情。你如高挂云叹风扬。小姐，几件都在书房。烦恼春风起，台路边高地上。启禀公子，我今奉了夫人之命，带领兰家小姐到此，请公子出书房相会。赴汤春风一上宾。有
小姐，你是何人？为何趁夜多来妇女呀？公子，他就是郎家小姐。夫人，人家小姐，我早就见过嘞。公子，奴本是平江台里长情人。呀！七小姐。呀喂，就偏呀那有发亮啊，原是那呀万载就推呀那了。推了万体府，家那门呐，春夏就按那家，不啊是啊，讲是那呀。郎先就问那天，问天万喜呀，张那神呐。所有的事情，我已经明白。我的家并非迄趁人之危的名门正派，这位有一百两元，本日退回夫家妻子，以后暂请的好姻缘。母亲，天上母亲，一命的，一该心吗？马了，娘们喜气，爱神公啊，事都已经，何不成全俩对的好姻缘呐？若神爱见神，不再拖前唯有见手，从一年公子哪有
兰夫人酒醉不控，讲佢一天爱转去，俩我以后是好啊？姑母，那是七小姐本车妹带走，佢就麻烦了。趁了下车妹是多按罪不义。难你两阿门，夜已马骑马，情太呀走，从一呀你呐。一发将马莫枕边那高那，我一身那竹啊嘎边针啊带心人。一拜天地，一拜国统，夫妻对拜。梦看天来春天，红颜天意拜天地，你夹夹随我回家乡。夫人，你家家万错，容易。老爸，你讲起问嘅么呀？今日嘅采访係我慈送嘅午意，係蘭夫人家來重起街。娘落寞嘅文章，鬼话连篇啊！父亲，恰妹唔是拗咧，所有嘅事情爱全知。面前列位係慈送嘅妹慈采芳，非是男家小姐难采芳。既然我意愿意申请，你请你退你嘅事情，我也莫爱为难你。已经我意老采芳两人相依爱，而你做事太人嘅，应当慎全记到。采芳含个家车公义母，都请你母慎全。哼！来，抢错！恰妹呀，一
也见太师好等你，日夜操劳来费心机。好啊！金春贵师来无名片，二条也敢将爱记，也爱输伊也无好处，闹到你加欠不言啊，多惨啊，亲啊！老二条再无当切表。哎呦，心肝呢？你来得拄好，来得拄好。哟，咱叔叔不齐，你两啥头个走嘛？在。阿妹，佢係我嘅心咯。小师傅伯中拜见聪明儿。也在孽啊！也就按到六匹走前，农家神针，现已不宜创意，就本俩两对心意，万分拜托。